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：“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得胜，大卫的根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记忆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看异象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”这个时代，神要帮助我们用祷告来改变这个世界，他要帮助我们在敬拜当中来征战。更棒的是，他说他才圣灵保惠师来，要更新浇灌我们，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也是你知道有一个朋友非常的好，好过你的父母，好过你的知心朋友。他了解你，当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他关心你，从来没有离开你，真的非常爱你。
我们对自己说：耶稣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一起开口，耶稣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耶稣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一起来唱，他了解我。在这个世上，主，我们还看见很多人需要你。我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说：主啊，我的朋友需要你。无论在他的感情，在他的事业，在他的课业，在他的家庭，主，我的朋友都需要你。今天我已经有这样的上等的福分，而我的朋友还没有。主，你成为他的朋友，让他也能够跟我一样。如果你还有朋友还没信主，这个时候花点时间为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来祷告，为他来守望。如果你还有你的家人是陷在困境当中，一起开口为他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献上感谢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。但是主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人还不认识你，主，恳求你将你现在祝福我们的加倍的祝福在他的身上，无论在他的家庭、他的课业、他的事业，或者是他的工作，甚至是他个人对生命的关系上，主，为他开一个福音的门，让他为他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。主，我们知道你今天降世，只是为了我们的罪，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你也为了救赎我们，因为你爱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在祷告中也回应你给我们的爱。主，谢谢你。当为这块土地来祷告的时候，让愿主的真理会当充满在这个土地，愿伊的活命，让咱的百姓会当重新得到救，因为伊是咱全能的阿爸天父。当伊的圣光临到的时，一切的创伤、悲伤拢要离开咱的心中。亚利比书讲，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一个城，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祷告耶和华。
愿主的旨意伫正伫对，愿颂香甲悲伤拢离开咱，愿主的圣国降临伫咱每一个人台北的时刻。咱做伙起立来念信息41首，你着感谢主耶和华。